怎么了这是？别碰我啊！你这。哎呀！哎呦！哎，快！哎呦！你慢点！快！哎，关门！慢点，轻点。哎呦，这么多啊！一大的了！哎呦喂！快帮我解了！哎呀，好，走！哎呦，你的内务府管得不错呀。谢六爷夸奖。把你放在内务府，让你跟着生虫下去呢。就你们那些吃拿的烂事，中堂懒得管，就死党是扔些个碎肉喂狗了。蹬鼻子上脸，捅到中堂头上来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没有的事儿，绝对没有的事儿。没有的事儿。你们那儿有一个五品督办叫什么来着？李传伟。有没有？李哦，有，他今天还来查什么？查什么？我现在还不太清楚。你就知道发横财娶姨太太，你还知道什么呀？听我告诉你，你的人还归你管，这个人嘴要封上，人要抹掉，你怎么弄我管不着。这个人别让我再听见他的名字，要不然我让你们全家死到宁古塔去。知道宁古塔吗？啊，知道吗？哼！哎呦！这东西得值多少钱呀？这个，哎呦，我猪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当时脑子就没转过来啊！我怎么老想着花瓶啊？你说当时我要拿点珍珠、翡翠、玛瑙什么的，那玩意儿一抓一大把啊，又好带又值钱。怎么那么笨呢我？你知足吧你，这就不错了。那里边的东西啊，掏出个纸片来都值钱，知道吗？哎，别愣着了，赶快换衣服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来，换上。哎，啊，你说咱们是找地方换了钱再走，还是带着？在人家眼皮子底下，咱别冒这险。好东西反正不愁卖，咱别撞枪口上，啊！好。怎么样了？哎，好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哥哥，最近我碰到点麻烦事儿，我得出去避一避。啊，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跟着我一块儿走？如果你不怕吃苦，哥哥我还是那句话，有我一口就有你一口。啊，你要是想留在那个京城里呢，这些事，这都是好东西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哥也不藏着，也不掖着，你喜欢哪件随便挑啊。这都是大内贡品啊。宋官窑，算你识货了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爹是转院使。哪来的？
这是我们家家藏的。这个家怎么能有这些东西啊？宋官窑在外面见到一件都难，怎么能一下子出来这么多？哎呀，你管他哪儿来的，给你钱你就花呗。你看，这还有编号呢。六府的库里这玩意儿都堆到棚顶了。你偷来的？这说多难听，这怎么叫偷的呢？我们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，拿点报酬不应该吗？就是。那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嘿，你看你，还愣着干嘛呀？人都不要。走。文姑娘那份还没给呢，你还惦记着文彩虹啊？不是，怎么也跟人打声招呼啊？万一她要是有了她姐的信儿呢？你醒醒吧你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她呢？你走，快收东西。外面女人喜欢你，我是不找。妆化的不错，又想上哪儿挖墙角去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！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胆子不小啊，差点就害老子吃官司。今儿个你算活到头了，来！别！都在这儿呢，一件都不少，没出手呢。对，都在这儿。在不在的已经不重要，放在肚子里，带到宁古塔去吧。去哪儿？宁古塔，小子，今天正好有一波发配的，名字都给您加进去了，押出去。别！这里头一件都不少，全都给你们啊！对，都在这儿呢。啊，全都给你们了。哎，对，都在这儿。哎呦呵，怎么茬儿啊？想贿赂我？这么好的宝贝，咱爷们儿还真是从来没见过呀！那喜欢什么拿什么吧，都是有的是。宋光尧，对，告诉你，我收的贿赂不少，可是这回不敢要。我说你小子脑子进水了，算计谁不行啊？你敢算计河中塔？这回好了，宁古塔。把他带走！年纪轻轻的，将来可怎么办呢？就是怪可怜的哈，这样放着不走的，年纪轻轻的，孩子什么不好啊？能回来？这可把背到完了。是啊，抽不来。你看看，真可怜，挺惨的。哎，救人了！
你傻呀！他走了，别给我打了！哎，他们不是偷东西来的，我都听见了。那赶快想办法救人呐！听说到了宁古塔，人就没有活着回来的了。这些发配的犯人一路上都有重兵守护，不那么好救。再说了，下命令的人是和珅，就更难办了。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去死啊！那个。哎，上次不是那个图佐领救了他吗？你让黄妈带着你再找他去啊。哦，对。不行，要是图佐领知道了，他死得更快了的。怎么了？哎，都偷着干的，皇上没让干这些。你说谁？皇上？啊？皇上？我说皇上了吗？我没说皇上吧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我，哎呀，你别问这么多了，赶快想办法救人吧！哎，给我回来！这么久了，我一直都觉得奇怪，总觉得你们俩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。你说吧，我想听几句实话。其实我们就想卖点东西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你，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走了我就没辙了。那你得跟我说句实话呀！我这，哎呀，他那天见了皇上。皇上，接着说。皇上还给派了差事。这和他到内务府偷东西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不是闹大发了吗？这不是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我怕我跟你说了实话，你就不管他了呀？你一句实话都不肯跟我说，你让我怎么管他呀？我哎，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，人都去了宁古塔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了。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。他不姓李，我也不是什么使唤小子，我们都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出来散散步，正好你也透透气。我让大夫给你看过了，他说你受了很多处外伤。公子是在哪儿受的伤？是在离开我以后吗？我真的想不起来。再好好想想。你总说我听过你唱戏，可是我好像从来不听戏。李公子，在京城的戏园子里，在那些纨绔子弟中间，我也只能是逢场作戏。现在就只有我们俩了，公子就不必再跟我演戏了吧？自从我们重逢之后，公子还没正眼看过我呢。公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实了？
你要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有人。这里不会有人。有很多人。不可能，这里很安全。他们还带着兵器。跟我来。不行，他们人太多了。这边走。寨子里的人听着，我们是奉和林和军们之命前来围剿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想活命的就不要反抗，谁要敢动一枪一箭，格杀勿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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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姐！没事了，这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不行，我得回去。那边还有一帮兄弟。你现在不能回去，他们人多。他们到底什么人？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
这个，你认识吗？我见过，这我见过。你是什么人？从哪儿来的？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你好好想一想。船上有一团火光。什么？什么？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抓的人。这位大哥，行行好，给口水喝行不行？来一壶小叶茶，细瓷盖碗，沏得样样的，满意吗？不厌也行啊。啊呸！你就喝自己尿吧你啊！停车！停车！停！什么人？内务府差官，谁是孙大胆儿？近前说话。什么事？你是孙大胆儿吗？我是。河中堂手谕。哦。只能过目啊。明白。看好了，嘉乐堂大印，认识吗？哦，认识，认识。看仔细点儿。该犯交由来人秘密处置。你们这儿有个犯人叫李传卫的吗？啊，您稍等。啊，有一个。这个犯人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。让他什么也不能说，知道吗？啊，到了尼姑塔也不行，只能烂在肚子里。这个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把人装到麻袋里。是。哎，这个事儿你也是一样，什么也不能说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。对你爹也不能说，只能烂在肚子里。你要是说了，你这孙大胆儿可就成了孙没命了，明白吗？啊，快去装吧。是。哎呀，老子真是福大命大呀！哎，你们那个手谕怎么弄来的啊？不是有个造假佛经的张三眼吗？找他呀。这事他都知道了。嗨，那我那时候也是没办法。急等着钱用。其实我爷爷以前也是当过大官的，现在我也是身居五品。
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接着说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只要你跟着我哥，我。你俩都这么瞪着我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俩瞪着我？嗨，行了，咱们那事儿我都告诉陈姑娘了。你个碎嘴子！哎，皇上的差事，你想一跑了之，恐怕不是办法。他们一旦发现你没了，沾干处、和珅，谁都不会放过你的。那怎么办？接着干下去啊！我长那么大，连个正经县官的脸都没见过，现在碰上的一个脑袋比一个大，一个比一个狠，再一抬头跟皇上对上眼了，玩不动了。嗨，你都让人发配到宁古塔了，还怕什么呀？啊，豁出去，再接着抽和珅几个嘴巴子，这算你有骨气。你有骨气，你抽和珅去？不是。这样吧，我去。你去？你去干嘛？我去想办法把和珅的事儿告诉那个15阿哥，也算是我还你个人情吧。哈，这叫义气。你看人家还是一女的，你说你，哎呀，你俩别逼我行不行啊？这样吧，你就在这儿老实待着，有消息我会马上告诉你的。我陪你去，走。我就不去。就这儿，去吧。记住你的身份。身份？你现在什么身份？我脑子都乱了。是内务府五品督办。五品督办。五品督办。大人，外面有人要见王爷。什么人啊？内务府当差的。我说你们这些人啊，是个人敲门就能见王爷？他说有东西要给王爷看看。哎，大人，这，他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还有？啊，哎呦，那人还等着呢。哎，把他让进客厅，上好茶。快去！啊！这事可大了，这。哎，我说，咱们这位王爷长什么样？什么样？凶不凶？您要是够福分，8成能见着，到时候您自己看。王爷驾到！来了。给王爷请安。怎么又是你？我姓李。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怎么是你？哎，孙猴子有72变。哎，你不是？我看你也差不多了。告诉我实话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内务府的五品督办。这是你弄来的？你跟门口说，还有更重要的。我这可都是豁出命去才搞到手的。你想要好处？
不过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住的地方，最好是没人知道的。有人追你？我刚从囚车里逃出来的，你以为呢？谁抓你？还能有谁呀？和珅啊！和珅知道你来我这儿吗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这张字条最好能把他弄死，要不然我可就惨了。单凭这张字条，很难说能要谁的命。一张字条不够是吗？那和珅的出春园里还有整整一座楠木殿，够吗？荒唐！一份假手谕就把人放了。刘姓申的女儿说，只要派人把住那小子的老巢，一定能抓着他。多派人手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像你这儿能翻泽的浪，内务府的一个小芝麻官，能爬得过您这座山去？如今风云诡异，变化颇多啊！爷，您老人家20年盛宠不衰呀！哎呦！人家父子的家天下可以代代相传，盛宠不衰也代代相传呐！啊，爷，您是担心？老爷子这次让皇子办案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考察考察他们？考察什么呀？皇子办的那些案都经我的手，老爷子是看他们有没有拿我开刀的胆量。您别吓唬我！和林在南方剿灭了几股邪教乱匪，明天把这份捷报早朝的时候呈给皇上。赏和林个爵号，也实属正常。主帅福康安病了，让和林执掌7省的兵权也是情理之中。但是如果，您是想用这个试探一下皇上？一叶知秋。好，福康安和林又剿灭了几股顽匪，这是好消息呀！万寿节在即，这是最好的寿礼了。福康安正在病中，这一战和林以偏师立功，功不可没。请皇上续功续赏。你们说该怎么赏啊？和林还年轻，随福帅征讨，只在历练，尺寸之功不足胜券。有功自然要赏，朕不会吝惜这点恩典。不过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荡清残寇，莫使死灰复燃。刑罚刑赏，倒不是很急的事。你说呢？主子说的是。怎么样？赏了没有？我要再等一等。等什么呀？荡清残寇。你是真的要等吧？真的。
这大红墙里边有几句话是真的，您最了解皇上了，连您都琢磨不到。请你贵妃接驾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好久没走动了，出来疏散疏散。皇上的气色不错呀，是吗？嗯，南边打了个大胜仗，高兴。听说皇上要来，我亲自下厨做了几样，都是您平日里喜欢的。哎，我那些御厨给我做的温火膳，吃得我够够的，难往下咽呐。那您就多吃几口。好啊，多吃多吃。皇上，我这儿有2个机灵的。最近跟惠老亲王府上那个门仙儿学了几段苏州评弹，细声软语的，挺好听的。主子要不要听听啊？听听听听。皇上，这打了胜仗，立头功的是谁呀？和珅的弟弟和林。他们何家兄弟倒都很得用，皇上颁赏了吧？要是现在赏了和林，我怕他们误会。皇上赏功罚过，谁敢误会？阿哥们拜差，心高气盛，都想找个大的捏一捏。我不能阻拦他们。这打了胜仗，还捏什么？和珅树大招风啊！这官儿做久了，难免要得罪一些人。不光是得罪人，和珅可是块肥肉啊！什么肥了瘦了的，还不都是奴才？只要皇上用着高兴就好。肥了的、瘦了的，都是奴才。可不是。这是句明白话。可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多呀。和珅还是用得着的。用得着，怎么用？还得会用。阿哥们以为钟撞得越响，朕就越高兴，太嫩了。那就让他们慢慢学呗。太嫩了，朕如何放心得下呀？自建南木殿一节，光说他伪祖制还不够，
一定要点名和珅其人，以久续僭越之心，不臣之念。和珅可是当今第一宠臣呐！当年海瑞参严嵩是备好了棺材的，那才叫手笔。既然参了，我就要振聋发聩，让皇阿玛另眼相看。哼！王爷，回王爷，内廷传话说义主子染恙。我额娘病了。来喽！客官，您稍坐，您的茶马上就到。如果有逃出来的兄弟，看到标记或来联系。客官，您的茶。可是文三堂主。哟，张二哥，牛五哥，来，快，快坐。要喝点什么？等儿给爷上壶酒。好嘞，等着啊。教主擦老人家